扎西德勒。今天我想在这里跟大家继续分享龙井景的根本汉的目录的介绍的部分。上次我们呢应该是进一步讲剩下的内容。这个主要是有得到过此观点的法友可以听这个内容。其他的已经在我们荣尊频道的 YouTube 上面，也可以自己看前面的内容。那这里呢，为什么？因为当时瓦纳卡就是新西兰总是建设人不起的这个龙井宁的根本汉的这个观点，还有那么另外那位是 Campbell 所能桑布所能扎西，然后他就是口传，负责口传，所以就是这个口传的同时，那我就记录下来他整个口传内容的部分，翻译成中文。因为我们西藏传统呢，一直比如说这种书生的法，那就是每一个具体的细节的这个内容会写成这个一个叫 topic，就是这个得到传承的这样的一个备忘录。然后这个里面包含了就是谁传的，这个传承是怎么来的，然后具体的内容又是怎么样等等。那当然呢，我们呢这个在这个汉地或者这个华人的世界学习藏传佛教的人当中，很多尤其是宁玛的传承的，就知道金美林巴大师，也知道龙吉宁的就是法，但是呢，可能也不知道这细节到底是除了三根本尊有一些个别的相关的法，还有像智慧上师这样的一些法之外，有什么具体内容就不知道。尤其是专门从非常遥远的地方专门来到现场求法得到法的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具体到底念了什么，因为他们也听不懂藏文，所以我觉得也非常可惜。所以呢，我也是为了帮助到这些新认证有这种呃热爱学习的法友，然后就希望能够帮助到那些人。所以呢，我也希望你们就有需要的可以去听听。OK，那这个是第三hon汉，这个hon汉就是这个龙清净的根本汉有三汉，第一个叫 第二个叫第三个叫 hon。那当然是，比如说，甘珠尔里面的，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大般若经有12卷，所以就是藏文传统用嘎卡嘎加下减减，就像 ABCD，就是这样的顺序，去用这个作为它的顺序的一个那个符号，嗯啊、所以呢，这个也是 Om Ahom，呃就是这样的。当然，Om Ahom 也有佛法身或者法身、报身、化身的意思了，或者是佛的身与意，所以呢，它有象征意义。但是呢，它不是这个根本含里面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内容，而且只是他把它写成这样书或者变成这个法那个印卷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整体就是它整理成3本，那第一本、2本、3本，它有按照顺序，就是我们以前传统的，它卷起来的时候有包金布包起来的时候，就里面看不到是什么东西，还有一块布或者有一个特别的叫东单，就是在这个面向前面的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布，那个布上面就是写这个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就像罗金英的，还有这是嘎还是卡，或者 om 还是啊，就是这个都写在这个上面的，所以就是用来做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话呢，就也是一种就像图书的惯例一样的，
它是一种保存的方式，也比那样的话呢，我们要去找也非常容易，就是这样。OK，龙井人的破瓦 OK，就是第三行的开头就是破瓦法，所以我们现在修的破瓦法，比如说大圆满前行最后面就是有接近往生法，那这个破瓦法的根本的传承就是来自于金明灵巴大师的，当然像天法啊等等的其他的一些破瓦的传承，巴楚仁波切是有的，但是呢。这里讲的是龙井讲的自己的根本的法里面的这个破瓦法的部分，所以叫无修成就法。还有破瓦之明思，我这个就是破瓦要修，尤其是你修给为了这种一些王职，这种修的话呢，它的二边和它的一体旁边就是要有做一些明思，就是有一些说明，所以这叫明思啊，就是一种开始。然后这个呢，当然对于一般的人也可以做这个上师，就可以做明史，因为这个就明史有点它观想的部分的一个细节的说明。OK，龙井宁的是乐空气者，嗯，乐空气那动弄个作用 OK，那个就是指圆满之地，口耳相传地句之卷，如意报好像是这样。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说的扎龙起码明灯的修法嘛。所以呢，每一个复藏大的复藏体系都有。所以在金密灵巴大师的这个龙金经的当中，也有整体的这个是圆满之地的叫有相和无相。这个参马的基本具相 ，OK， 可以说具相。具相的这个圆满之地和无相圆满之地，那这个具相的圆满之地当中呢，就是有乐空不二的修法，所以呢，这个气透过脉和气，然后就产生这个大乐，然后这个跟敦木作火，还有爆品气等等各种这个气脉明灯的修持是关联连在一起嘛，所以叫乐空气。它就是这个乐离开了空，那不是什么正法了啊。然后空离开了乐，这是单空，或者可能是一个概念上的这种文字的空，不太可能起到这种非常这个实质的作用了。所以就是乐空气。那这个气呢，就是这个肾气池，就像我们烧火一样的，所以就是要起到一个就助远的作用。所以这个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方面，所以这个方面这个就它为什么叫口耳相传呢？因为它就说口耳相传它是非常这个叫法是非常严谨，不得公开，所以就是口耳相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就是在这个纸条上写的纸条上肯定会单独存放一样的概念啊，是这样概念就这样意思的。他强调他的殊胜之处，还有这个是要保密之处的需要保密的。那龙井宁对的乐空气这圆满之地的什么气体学 ？OK， 这个就是有在专门的一个对于这个方面的一些引导这个龙井宁对的着火什么质地这个巴人造 OK， 质地是湿地质地吧应该。这个质地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慢是这个就有点像烧起来的意思。第一个字，地呢就是地就是这个落水的那种地嘛，地水的地。这为什么叫烧？又是地呢？因为这灯膜在我们的这个肚脐那一边，那边就是那个火起来了好像是这样，有字，然后呢，这个上面呢，这边就是有翻血洞这边呢就是有横字一个字，然后呢，这个横字是倒过来的，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烛火的火烧起来了，然后就有点像在前面的这个就像蜡烛一样就是熔掉的就变成甘露了。然后就慢慢的到了这个你的这个心轮、呼轮等等，然后整个的呢就是产生这个灯膜的这个着火的乐空这个大乐，
就是这些就地震，就是这个暖就是乐暖这个空乐的暖，所以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些都是这边的修法的一些个别的名称。那口耳相传、如意宝这个音译这个念就音诺布这个就是口耳相传的这个法的这个音诺布，这个如意宝的音译，就是它有一些它的更深层的意思嘛，所以方便知道，那就是说无修成就，所以它一个殊胜的一个叫法，这些都是一个个别的关于这个烛火和这个七满命的修法的圆满次第、具象圆满次第的一些个别修法。王金宁给的赤明幻化论，OK，那个就是这个特别就是有各种动作这种去这个，其实呢看起来像太极嘛这些我们就做念出来，看起来就是动作都相对更简单，但是呢这边的赤明幻论那些呢就特别复杂这个也是非常保密的状态，就像我们这个是我们的西藏地的我的寺院的闭关状线3年3个月的闭关的喇嘛都要修这个，所以专门就是闭关前呢，就是得到这个整个法的传承，还有实际的这种操作，然后就最好要修开显意。这龙井宁的烛火七星文，当然烛火修法先要七星嘛，这叫做金刚结句。OK，就是这龙井宁的断尽摄身法的意思断尽就有了，对，就有了这个空性无小生。OK，龙井宁的这个修持断法这用品这解释 ，OK，这个就很有意思。这些现在修道法的人，就像嘎鲁仁波切他们在修那个出马灯珠的一个传承的那个断法，他们不是有很多穿着甚至打扮发型其实是这个丹玛术大的，还有金刚练出很多都有非常耳环都有要求的，还有就是一个八种什么庄严等等。所以这些方面就是有这个修断法的人，有断法的人的一个特别的法器的要求嘛。所以修断法这用品之解释，也叫六度，对，六度妙胜，就是它应该是有6种庄严装饰或者这种用一些法器，然后就是有代表着六波罗蜜多。OK，龙井净土的还有字，就是来自于就是关于龙井净土的部分。大圆满普贤王如来，智慧境界智慧界序所以大圆满，这龙井净土的这个大圆满普贤王如来的智慧界序，所以有这样的，所以呢，跟着上部，一起弄回去，对。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呢，虚虽然呢，就是这个普贤王如来或者这个金刚宗旨这个从印度传的，但是有一些呢，当时莲花生大师的这种很多的虚呢，也被伏藏就是从伏藏后来的伏藏大师取出来的，所以这个呢，应该是下面的，因为在义上呢，其实是这样，这个内容我们要注意。前面可能大部分也讲了很多的前行的相关的部分，然后慢慢的讲了神奇次第相关的修法，对吧？成就法，然后这个圆满次第的部分的具象圆满次第的很多的，就像幻轮王烛火等等，然后慢慢无相的圆满次第了，那就是已经到还有这个前面的端法都是。那无相的时候呢，现在就开始这个大圆满不相如来的部分是无相的最高境界的这样无相就是有点像无为无作造作的无作 OK 这个超绝大圆满序的下品 OK 就这个就这样的一个序。龙井宁定的普贤王如来密自在这个普贤王如 OK 跟上公巴桑塔跟上公巴这个它就这样的一个法，OK，这是大圆满的一个根本序的一个部分。龙井宁定的大圆满三要定分别论，三要定的分别论就是3个要定，就3句句要差不多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但是这里的3要定其实3句纪要也是不一样，这个叫若巴钦波要定那什么呀，那什么现级 OK。就像比如说什么是阿赖耶识，什么是发生
发生报生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什么是心？什么是智慧？等等，很多的这现实方面的智慧和这个现实之间的非常模糊的、非常难以分辨的细节的部分做分别的啊，所以这个就是这位灵巴大师的非常了不起的大圆满的一些相关的教法。OK，共同完清性这个六项呃然后引导解脱解体所以这个就是也大圆满的一些谦心方面的一个谦心修行七项啊、顿塔尔巴塔尔比听会，OK，就是这样，它是一个大圆满前行的一个相关的气象顿顿修行，罗种顿顿，气象意应该是就这样，就一个前行的一个引导。然后呢，大圆满龙进行的这共同前行引导文叫什么？实践之法。OK，大圆满龙进行的不共内家性质引导文叫安住于念这个安住于念就是张巴也是拉林的吧。这两个其实也是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后来的我们最著名的就是普贤上师言教，但是普贤上师言教的是巴主任不去写的，可是呢，这个来自于如来尊者的口头讲的吧大部分如来尊者的所有这个内容的教法都是来自于精密灵巴的，就这些内容，所以呢，相对来讲，这些内容是更加的，就是比较更原始的这个方面的教法了。所以后来延伸出来，而且延伸这个巴主任不去的那本书就太有名了。所以也很多人比较不知道但实际上呢，这个实践之法和安住于心、安住于念这两个呢，就是经过了灵宝大师本身的这个关于大圆满的前行的引导文，但是相对呢很简短的，所以这样，那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就是观点的部分，就是精进恶取愤怒本激愤，激进和愤怒的文武百尊的观点真心，这当天仁波切做的文武百尊相关的这个文武百尊，OK，这个修还有密修，为什么叫密修呢？就是空性的密修。空性外修、空性内修、空性密修，又可以分别为三种。所以，如果空性外修和内修的部分在前面已经应该讲过，但是这个三根本里面的空性目的密修，就是修成最高、最殊胜的那个修法方式，就是生命空性目的。那他的观点就走了但是相关的教法和内容，成就都是在这个目录里面，有些已经讲过了。大圆满龙正经的这本处佛道次第那这就是现在整个的龙正经的法宁玛里面也好，就是代表性的，就是真正的大圆满的教学、大圆满的引导文，就是这位上师。因为他说这本主佛道次第，他就是跟着农民公布那么一人吧，他就是不是一般的这个密宗道次第，也不是一般的菩提道次第，而且他是本主佛的道次第，也就是普贤王如来的道次第，就是透过这个你直接到了这个普贤王如来的境界嘛，所以就能到这个境界。OK，然后自龙进行的金刚，这个就是在暗中呢，反正亚心寺各个地方。就是去修大圆满的时候，就是最次第的，就像以前，看见个黄渤还有这加州仁波切所以宁玛的这些很多大圆满都是按照次第，就是它会有一个整个一个洞天，然后这个就是肯定会端朝和理断分开，然后就是非常详细的这个一个引导的操作了，所以这个龙清净土金刚成熟，观点及解脱修道之。到此地相关的这个敲诀支撑支撑哇，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敲诀支撑呢？因为就是这个里面很多这样的一些概念要进一步要做解释了，所以这个没有解释，你就是不能解开它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的时候，你看不懂，就你修是很难受嘛就是所以呢，它是一个支撑，它是支撑，其实也是一个支持的一个后端呐。所以就是它的名字带有这个著作经历里边的，比如说这里讲到了什么四大
持名啊，那什么叫四持名？不知道。它这里面讲了四大持名的概念，所以它是一个教学的意义在里面的，这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所以它叫白莲花。OK，还有实际上金刚具结，OK，就这样，那个也是结句啊，这是另外一个。然后持名空性欢乐之欲，这个吹灭分别综艺之铁锤，掏心什么把控之巧诀，密注即息用时这个突发或者这个灵感个编者龙清吧的教研甘露地。他就是非常有时候，因为认为他是很兴奋的时候，他的著作的名字就这么如此长，这就是一个著作的名字。他说什么呢？我现在要写的，其实一个就是龙清吧的一个教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论著嘛，一个著作。但是名字叫什么呢？他这就是一个痴迷空心欢喜之语，这就是他们非常开心的时候，就是这种。而且也是吹灭分别综艺，因为对大圆们和对建立的所有的综艺的一种误解和一个乱说的啊，就是有些别人的这种一些不准确的见地都，他就能消灭了，所以叫吹灭的一个退吹一样。然后陶心就是他非常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临时的直接的，好像这个空心木的这个心脏。或者这个他们的一个心法的这个最珍贵的部分，好像拿去了举起来放在，你看就这样，所以呢，就是掏心，英雄难得的药，就是这个好像从这个就以前这个藏地来讲，就是你的心脏就从人们拔出来放在手上，就是一个一清二楚。但是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每一个人能自己的心脏从这样掏出来，那就很不容易了，不可能的。所以呢，非常珍贵，将心脏要交给别人一样的，非常不适的这样的一个秘法，就是直接他用这个巧诀。所以这个它就是密珠火吸气息，就是这个金刚乘的这个密咒，就像金刚手菩萨这样的用式的这种，它是一个桑真，它就好像自己这个写的就是一个金刚手菩萨的这个灵感歌，就是他的一个讲的一样的，所以这也是同时也是编者就是龙清巴大师的教研的甘露地。地就是薪水，就是精华。OK，这是也是关于大圆满的精密灵巴大师的重要的著作之一。修持龙金经的什么智熏师智，OK，熏师智，OK，是消灭错失龙金经的智，就有这么的一个著作了啊。这个熏师智是吧？消灭错龙进大圆满这个实相证实极见，然后呢是特发为这个初学者，OK，就是这样实相知识，所以这个逆流兼通，OK，他这个对于因为从比如说大圆满修法的人不一定是很有学问的。不一定要很有学，但是他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其实也要听得懂嘛，肯定。所以呢，就是这个教法特别为初学者适合的一个法。OK，就这样。嗯，然后今年的这，嗯，OK，这个前面的第五个的我没有很明白意思，但是主要是它就是消灭错误的这样的一个解说吧，就是大圆满相关的一个解说了啊。OK，然后呢，因为突然间我没有完全对得上那个藏文版嘛，所以这个善法教海，就是生起海。OK，这就是善法为什么叫善法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这种呢，就有些施修制也简单的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比较白话文的啊，所以这种呢，就是在阿伦若识里面修行的时候用的，不是理论上太复杂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教导很直接的、很清楚的、简单的、明了的，那就是善法教海就是这样，就是说。这样，它就是这个一系列的，你在闭关
你在这个修行的时候的很多的操作上的一些教法，这个其实也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早上该做什么，下午做什么，晚上做什么，尤其是经常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怎么去想啊，怎么去做等等。龙井宁的这多码制作机就是对这个也特别重要。龙井宁的这个多码制作有专门，因为龙井宁的多码很复杂，但是也是很好看。所以这个它就是制作的有特别的一些这个记录和说明，所以叫它的说明的名字叫做显明。至尊唐通家部给予龙亲，虚空与价值悲悯慈悲巧具，因为这个也是当那就是经观中的禅定当中这个得到的一个龙亲法，不是唐通家部尊者的一些法，它不是龙井经的根本法里面，所以呢，这个前面并没有说到龙井经的这龙井经的等等，没有这样。直接说是这是唐通家伯，唐通家伯是西藏非常著名的一个历史上著名的一个人物，他呢就是当时是这个修了很多桥嘛，在整个藏地，从尼泊尔到这个成都离成都很近的地方，那个泸定桥，就是这些都是唐通家伯建的。唐通家伯也是西藏历史上的这个金句一样的，就是那个呃叫什么？那个拉姆就是也是这个舞蹈，这种也是他发明的。他也是一个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也是一个长寿成就者。所以呢，他精明灵巴大师比精明灵巴大师早，但精明灵巴大师就得到了他的一些这传统当中的一些教法的特别的法。所以这个就是他说龙谦唐唐家部给予是龙谦，这是因为能把自称自己的名字叫龙谦虚空与价值，然后然后就背信什么，这个叫保护众生寿命，就是一个常数法。OK，主要是他从这常数法了。不是常数法。OK，这个保护众生寿命，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以前的话呢，船只那些的质量也不是很好，那过鸭龙藏布江等等，很多都时候这个人们都是有生命危险嘛。那个时候就是放帆船执法了，放帆船的一个年首，帆船也是自古以来也是我们交通上方面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嘛，所以就仙米双云之心经道用法入佛道。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也是仙米双云的一个是心的智，应该这个智有可能是智德的那个智，是心经道用这个仙法和密法共同的一种修持。至尊毗罗遮那大翻译家成就法，这个就很有意思，因为毗罗遮那大成就者，他其实这个跟佛菩萨这样的，所以有他的一个仪轨，修法仪轨，有成就法。成名精密灵巴之上属一家，OK，成精密灵巴的上属一家，然后消灭妄魔之修法。所以呢，有时候这个妄魔呢，是一个魔的一个种类。这个里面甚至有一些修行人，然后做后入魔，修错了，然后就成为了鬼那个时候叫做亡魔嘛，这种法。还有八关斋戒的仪轨，OK，也有精明灵巴有自己的八关斋戒的仪轨，他的仪轨的名字叫什么呢？就是幸不乐道，幸不乐道，OK，是这样。OK，就这样。心部为什么叫心部呢？这个要解释一下。心部乐道是什么呢？就你对了，很有意思这个中文，因为心是这个外米叫心部，四部一曲部的心部。对了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非常乐的，就是那个对了，它可以有很顺畅的路一样的，或者这个能获得安乐的这个道路那修道，所以就是乐道。它是这个属于心部的方式去修的本来八关斋戒用例子就是属于心部的，所以就还有初始功德。这个初始功德七经颂是经常我们宁玛头经常念，为什么？精密灵巴大师专门写的关于初始的。初始是大家都知道，莲花生大师的出生是
出师都是经常要做回宫，但是每一个出师都是莲师出身的，所以呢，12个出师嘛，一年当中有跟莲花师大师的12项特别的一些事迹有关系的，所以呢，叫这个功德一个一个去讲了，金灵巴大师写的，也里面要具体讲这些，比如说1月的出师莲师在做什么，第2月的出师又是莲师在干嘛。在哪里做什么等等，就这个一个一个就写的很清楚，所以这个是一劳其中。莲是祈愿文嘛，然后呢就是这个第8天的观点就是这往生极乐法阿弥陀佛观点，因为密法也有极乐法，这个净土法，这个净土法嘛，那这个净土法本来就是显密共同的，尤其是呢破瓦法这些是。密法放矢的一个净土的修法，所以很有意思。所以这个往生极乐的阿弥陀佛的观点 ，OK， 阿弥陀佛接近往生法的之分，阐述观点，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龙金明灵果大师也好，尤其是宝珠仁波切的这个破瓦法的后面就专门有讲这个往生法的，是阐述佛的观点。为什么？因为修破瓦法的时候，其实是身体上实际上也要发出声音，然后一直观想从你自己的灵魂那个心识从身体里面出去，一直出去的时候，因为经常我们的身体呢，就是比如说你一直主气要时间长一点，会对身体长寿的啊，而且反而呢，你呼吸越间断，越间断的时候，就是不太健康的。所以呢，你就气一直往外那种吸，那就可能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所以呢，就是为了不带这个损失吧，对这个寿命，所以就是经常就是修炼破瓦法的时候，修完之后就专门就是要修一个常数佛，所以这个呢，而且这个常数佛也有他自己的观点，所以常数佛就是这个也是这个阿弥陀佛的接近往生法的一部分，所以只分常数观点，所以很全面了啊。然后呢，就是共同语不共前行等日常可诵仪轨 ，OK，那这当然是这个是本身我们经常念的这个前行的仪轨啊，还有拜教仪轨啊，一个叫遍诸净土，所以这个遍就是遍满诸净土的这样的一个言功。为什么叫遍诸净土呢？就是这个拜教仪轨的前面本身就是有先要观想这个自己观想为。不是，好像是对，自己观想为是呃观世音菩萨和自己对面观想一个这个大日如来的圣主观想四种贵宾就是三宝啊、护法啊、圆净在主啊一些众生，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完了之后呢？那要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你就是用各种的这个感加持的方式，然后就是这个就你的这个言功的言就成为了一个甘露，就像普贤供云这样，然后就是遍满整个的净土，就用这种去观想方式，所以它的功德的和着这个观想方面的概念来取这个名字吧啊。它是白教，为什么叫白教呢？有白教和红教，有2种，所以呢，白教呢里面呢就是要三白啊、三红啊等等来烧，这就是上供下施当中，这只是下施的部分，是叫素啊教东西，就是尤其是食物啊，这样咱把就烧了，叫白教仪轨严供OK， 以红旗之自他必施法 OK。红教对红教自他 OK， 这个就是红教。红教里面其实以前的话呢，比如说有一些上师修正非常好的，特别的有能力的话呢，就可能会稍微肉啊，稍微的等等，这种一些烧的稍微不一样。但是呢，在藏地一般呢，做这个下士的时候呢，禁止做这个红教，它是可以观想的方式，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为存亡会有想
就是明日之光。OK，就是为存亡是什么意思？很有意思啊。这个就比如说有一些圣徒就是在修法的时候呢，最终要有一个会象。那这会象呢，就是有一个专门念的人负责为或者的叫寸，望者的就是似的啊，就是起伏和超度一样的大概的概念，就是有一种会象文。这个会象是专门就是不是一般念的会象文，而且是有人读这个会象的名单和会象的这个用意。会想的这个方式，这样就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就是文案，就用这个就直接作为这个你在特殊的一些法会啊，那个时候你都可以这样去练，这个叫尼尔迪我给他的名字都是叫明日之光，OK，随着开光序。这个供门新品供然后你就供门新品之问，OK，这个就来自于一个叫开光序，就是让你拒绝，所以呢，这个里面供门私心，呃，这个我就不太记得了啊，这个内容具体的内容不太记得。OK，所以开光哦呀，这就是一个开光相关的了。这个供满以性平，是供满这个 OK，但反正就是这是一个，其实这个开光，我们现在用很简单的开光。那藏地啊，有些时候呢，就是几百个喇嘛要7天修开光的一些法会的，有这种开光。因为这个开光的话呢，风调雨顺，整个的环境都受污染，都就是用开光的方式恢复它的能量。然后呢，当然这个寺院呐、这个佛像啊，都本来要开光，也可以做，每年都做开光的，就是也有好处的。所以这个开光方面有像蒙珠令啊，这很多的上师有开光的仪轨，所以这里也有这个开光仪轨，要如意吉祥。所以这个里面就已经可能是全部都已经包含了。那这个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当时宗萨仁江亲自仁波切传的一些关于这个江亲自王博的亲自原经的翻译的内容的一些口传。所以这个呢，如果当时有人在，那就你自己可以去你也得到了最后一天在的人都得到这个传承。但是现在今天我们这里没有义务一定要关于这个讲细节。还有这边有一个叫木法一作之佛母，就是大乐后妃的这个佛母的观点，木法大乐的一个常数观点。OK，所以呢，这些都也不起就放到最后面做的。所以呢，其实以上呢，就是整体龙井经的法的这个体系里面的，至少是关于这个景明灵白大师的根本含的部分已经就这样。而且呢，还有这些有一些个别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相关的一些著作解释等等，现在越来越多了，那这全部都没办法包含在这个里面。比如说不像是上师眼教也是一个，所以这些部分呢，后来呃这个丁国法王也有重新整理，就是也其实是后面根本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又变成了二含三含，反正就是这样。这些都现在加起来的话，可能会有个很庞大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全集著作。但是呢，现在我们今天在这里介绍的就是金明灵巴大，只属于金明灵巴大师的附藏的或者他金币的，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那就是透过这个解释，我也希望大家更多人认识了金明灵巴大师的教法。阿弥陀佛，扎西德勒。